我依家要拍荃灣線，跟住下一個站就係大窩口。我而家就有喺大窩口站就係綠色為主，咁呢一邊就係出口。跟住下一個站就葵興。而家到葵興站就黃色為主。跟住咁呢一邊就係出口。下一個站就到葵芳。葵興去葵芳之間加裝咗個隔音屏障，因為隔離有個葵芳村。大家好，就綠色為主。呢一邊就出口。跟住下一個站就到荔景。Hello， 荔景站就紅色為主。呢一邊東涌線我係唔會詳細起。咁呢一邊就係出口。跟住下一個站就係美孚。係啊，美孚站，美孚站荃灣線月台深色啲。屯馬線嗰邊就係淺色啲，咁呢一邊就係出口。跟住下一個站就係荔枝角。我而家就做咗荔枝角，咁荔枝角站就係橙色為主。咁呢一邊就係出口。跟住下一個站就長沙灣。我而家就攞長沙灣就黃色為主。咁呢邊就俾你洗手嘅，咁呢一邊就屙尿用㗎。咁呢一邊就出口。下一個站係到深水埗。我而家就深水埗站就係綠色為主。咁呢就一上到嚟上面就係出口。跟住下一個站就到太子。我而家到太子站就紫色為主。咁呢一邊係觀塘線月台，係唔會詳細起。咁呢就一上到嚟上面係出口。
跟住下一個站就到旺角。喺澳洲旺角站就灰色同埋紅色為主。咁呢一邊嘅觀塘鐵塔都唔會長睇戲院。咁呢一上到嚟上嚟出口。跟住下一個站就到油麻地。而家到油麻地就白色為主。咁呢一邊觀塘線月台未起。咁呢一邊上嚟順仔出口。跟住下一個站就到佐敦。大家左站就係諾斯為主。跟住一上到嚟順仔出口。跟住下一個站到尖沙咀。到尖沙咀黑色同白色為主，咁呢邊係尖沙咀就係用圍板封住咗。咁呢一邊就係出口。跟住下一個站就到金鐘。跟住到金鐘站荃灣線就會多咗個黃色。港島線原本係藍色嘅。港島線都係唔會詳細起。南港島線都係唔會詳細起。東鐵線都係未起。呢邊嘅出口。跟住下一個站就係中環。中環站就係啡色同埋紅色為主。呢一邊港島線我係未起。呢一邊行人隧道係去香港站，我係唔會咁樣起住。咁荃灣線嘅片都到呢度，希望你可以訂閱，下次見，拜。